我们家属的。你家里人在哪里？你朋友在哪里？多大年龄？28，主要是一个右下腹的不舒服啊，疼痛。你有没有医保啊？得治的，受伤得看的是吧？要不然拿着。不行了，要不先查一下，你要不跟他朋友联系一下？我查了很多。什么？我查了很多，我也没有多少钱，我不知道。没事，先给你看，然后我们再想办法嘛，好吧？这里也没有，他家里人微信也没有我，一个微信都没有。你家里人电话知不知道？我看你手机里一个家里人电话都没有。你不要哭，我们没钱也要治病的，知不知道？家里人电话有没有？你听我的，你告诉我一个家里人电话，我看你微信里所有都是那些客户名字。我跟你说，你好好治病。如果没有钱的话，他们绿色通道会给你开的，会帮你先垫付一部分钱。对吧？你这样子放的不清不楚的，回去了以后对你自己不负责，万一你在路上又摔了怎么办？你对你家里人是不是不负责？你爸爸妈妈那啥办？我知道你们也不容易，你告诉我一个家里人电话好不好？最好检查一下，以防万一哈，知道吧？有些脏器它是破了一个小口子，慢慢的渗血，你当时感觉不到疼痛，你后面慢慢的渗血的。最好呢是检查一下，看病的是吧？那先挂号先挂了是不是啊？可以试试看打个电话问一下。好不容易说服小哥看病，但没有亲友陪同，叫人放心不下。急救员陈家来，把通讯录里的电话打了个遍。啊，刘，喂，你好，你是朋友吗？现在呢情况是这样子，我们已经送到他医院了，他自己也有这个意愿要看病的，但是呢最好是有个人陪同，因为他现在肚子受伤的部位啊，这个走不了路。你是他同事吧？因为我看他手机里面好像也没有别的朋友了。浙一之江远不远？九堡啊，先看病吧。现在我是120的，我现在接到一个你们骑手，他路上受伤了，但是联系不到家里人，你们可以联系一下他的站长吗？这边的话是在哪个城市呢？在浙江省杭州市。好的，明白。那这边的话，还是痛啊？这里痛吗？这里来，这里来。